位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起来咧》，我是钟永权阿权妹。唔知大家有休假话，也系咩话，也系其他乜嘅宠物无？我相信对一下人来讲，宠物真嘅系一类动温暖啲顺风嘅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陪伴，可能到老年生年都冇想爱讲嘅。故所啊，今日嘅节目当中就要来同大家来分享一类素材，会有暗用嘅时间冇，你想要带人嘅宠物出门去食一笔咖啡，还是讲食一餐饭？今日要同大家分享嘅一个素材，就做在同样嘅叫，也系咩会讲下去哦。细细嘅叫来分享，今日嘅节目地度有请到位来宾来分享呀，宠物餐厅嘅头家 Alan 分享。大家好，我是 Alan， 同伴起嚟個福起嚟咯。欢迎 Alan， 练都懂辛苦，练得很辛苦，练这一句话，练亚基发懂辛苦。这么跟哦，其实 Alan 从小到大都已经在台北长大了，对，所以很少会回到自己台北爸爸黑客家人。就只有过年过节回去祠堂拜拜的时候，我们才会回去家乡。这样会谈到客家话，才会听到客家话。对，就那个时候，对，才会听到一些长辈啊、亲戚啊，他们用客家话在聊天这样。然后就没有听懂。有听没有懂有听没有懂。对对，所以后来都已经就是你的爸爸妈妈很早就已经到台北生活，对，打拼。在他们很年轻的时候，大概10几20岁的时候就已经上来台北。很早，那算很早。对，在那个时候的环境来到台北，可能也不会一直讲客家话，因为没有这种反应，没有这种环境。对啊。对，所以今日请难得有请到 Alan 来到节目当中，龙潭跟喉咙给混血，龙潭客跟喉咙给混血。对，来到节目当中，爱同大家来分享嘛，该呢，爱同大家来分享佢开嘅一间宠物餐厅。其实讲到亚扎算是这个创业之前 ，Alan 以前也有其他的工作经验，是到了一个转折点。才想到说要做这样子的一个很大的改变，要做创业，而且是为了宠物。是我年轻的时候，其实换过很多工作。那我之前开店之前的工作，其实我是从事房地产。那我在房地产其实已经做了13年了，这样算经营蛮久的时间。对，可是做到后面，当然第一个就是市场的变化。那让我觉得，跟自己的个性其实有一点不太一样，就有一点没有办法调试自己的心态，那就觉得说，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做一些自己更有热情的工作？对，所以才想说，是不是有什么工作是，我们可以带着我的狗狗橘子，然后一起上班。好幸福哦！这个是所有宠物的人，有养宠物的人，一定都非常非常想做这件事情，可以无时无刻跟自己的毛小孩待在一起。对啊，其实跟自己的宠物一起上班，你会觉得很安心，不管你工作到多晚，对，多累，其实你看到狗狗或者是猫咪在旁边，你会觉得很安心。不然我们就会讲心贼啊，就是会焦心，你知道吗？有时候上班晚回家，就想到我家有一只猫，一直想要我回去喂它，对啊，就会以为是在紧张，会烦恼它。对，所以就是有一个梦想，就是希望可以带着自己的宠物一起上班，一起工作。对啊，其实带着自己宠物一起工作，现在的环境很多公司是有允许所谓的宠物日了，是，对，已经我觉得跟10年前我们刚开店那时候比起来，已经大家已经幸福非常多了，对，有很大的差别了。但是，Alan 的状况又完全不一样，因为你就是跟你的宠物一直都待在一起，是，所以就选择了先开一间宠物餐厅，在10年前的时候，是，宠物餐厅在那个时候应该也还没有很多，即使在台北。对，那时候其实宠物餐厅，就我知道，整个台北跟新北加起来应该只有3、4间吧。对，那存活到现在的，好像只有我一间。真的啊？对，就是有够10年呢，从创业到现在有超过10年了，剩下你。对。
啊，可是现在越来越多有新的类似的宠物餐厅，对，有性质可能比较相近。对，可是又不完全一样，是，对，每一间都有不一样的经营方式，我们等一下可以好好的跟大家来聊聊。对，所以10年前 Alan 开了这个宠物餐厅之外，其实5年前佢们又创业可以另外一间是宠物旅馆，是，对，我们是在2020年疫情最严重的时候，然后大家都不出门，然后你开旅馆，对。我觉得老天爷对我们很好，让我们先经历最痛苦的时候。哦，对，那这一段辛苦完了，后面就会过得很平顺这样子。对，所以就是分别10年前一间宠物嘅传堂，还有5年前开的一间本宠物嘅丽莎安用，都呀哈两个创业都是跟宠物息息相关，都是跟宠物在一起。然后名字呢取名以哦，应该名也没懂 TP， 都卷尾巴，来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叫做卷尾巴这个名字。因为如果有养狗狗的人，应该都会知道，柴犬最大的特征就是尾巴卷卷。那刚好我养的柴犬就是尾巴特别卷啊，所以那我们的店名就直接就叫做卷尾巴宠物餐厅。它的尾巴已经卷到是螺旋了耶，对，已经 Q 起来了耶，对啊，好可爱哦。所以就是当初以自己的狗狗想要同去家己叫的，用它上班的概念来开一间宠物餐厅，然后宠物旅馆，然后都是用狗狗的名字来取名，是，好有意义哦。就我觉得每一个创业的人都希望能够在自己的公司或者是店里面有一个很深的印记。对。那对于卷尾巴而言，它就是直接把我们最在意的东西直接变成我们的店名。对，这个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而且啊，我相信大家行到 Alan 嘅店度吼，一走进去就会感受到满满的柴犬，因为所有比如讲像先从好了，我们现场看到的很多布置是 Alan 特别从店里面带来的，就像我前面这个积木，这个到底有几千片啊？我光想我就觉得不可思议。这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3000片。天哪！然后你们自己拼的？对，它比较麻烦的是。因为它是立体，所以变成是你拼完一层，你要锁螺丝。哦，对，免得它整个又散开来。好可爱哦！我看到一个除了尾巴之外，柴犬很重要的特色就是它的那个屁股的那个漩涡。哦，对。它那个屁股的那个2个圈圈，好可爱哦！所以我们看到就会觉得啊，这只很漂亮，就也来不及看价钱就买回来了。然后没想到拼很久才把它拼起来，对，大概拼了3、4天吧。天哪！所以很用心的去收集同柴犬有相关的装饰，如果不用都Alan 给店的杜红店里面的陈设有非常非常多装饰都是跟柴犬相关的。是，就是我们有时候去日本旅游啊，或者是在网络上看到。只要是柴犬相关的，对，那我们就会直接买下来。有时候看到路边的扭蛋机，我们只要看到有柴犬，我们就扭。那扭不到，我们就想办法去买整组的回来，这样。哇，这是超级喜欢。大家会不会以为你们就是一个柴犬风餐厅？哦，其实刚开店的时候，很多人误会说我们是不是只接受柴犬入内。哦，只限柴犬，对，但其实没有。其实没有，我们只要你是喜欢这些动物的，我们都是很欢迎你进来。全部就懂分养。但是就有人说啊，老板，请问我没有狗，我可以去宠物餐厅吗？迄个爱冇休给我给放诶，坐在楼梯上给传堂冇可以吗？当然可以啊，我们也有遇过很多是父母亲带小朋友来。基本上他们家里面是还没有宠物，他们是知道说，我们有一只电狗在店里，然后想要来互动看看，然后大家聊一聊养狗要注意什么，对，然后如果 OK 的话，他们就会想要养一只狗这样，
对，就是喜欢宠物、喜欢动物就可以去那边，然后喝个咖啡，然后你可以感受一下跟狗狗相处的这个过程。而且每因为它宠物餐厅，故说它底度有非常多特别本宠物的也的设施，特别为宠物设计的设施，对不对？对，因为我们餐厅啊，毕竟进出的人多，那我们又是宠物餐厅，那一定会有客人带狗啊、带宠物啊，那这些对我们而言，就是安全一定是最重要的。那除了说要防止他们往外面偷跑出去，或者是说，狗跟狗之间会不会打架，会不会起纠纷，这些其实我们都要特别注意。所以我们店里面，第一个，我们玻璃门其实是有特别设计的，我们那个玻璃门很重，不能随便就推开，对，不能够让你觉得一只手就能够把它打开，对，其实这个是有刻意设计的。对，那门里面我们有装一个栅栏，对，然后每一个座位的旁边我们都会有所谓的壁钩，就是可以让主人把狗狗的牵绳挂在上面，那这样狗狗就不会跟其他狗狗吵架。就是你可以限定它的活动距离，这样。那再来就是我们可以空出双手，好好的吃饭。对，所以是对人跟对宠物都非常让他们可以非常的自由在里面。对，因为我觉得我们既然想要把它带出来，就是希望它能够开心，对，然后主人也不用那么担心别人的眼光，对，或者是说啊，我一只手要拉牵绳，我这样要怎么吃饭？对，没错。所以我们就想说，那我们就在墙上用一个壁钩，然后让主人可以比较解放双手。对。对，故说你看哦，按勇给一点从呀 V 到宠物，然后有非常多的想法，甚至还有动到想要同大家人好来分享的。今日节目当中，要做的谈到 Alan 喺用办公哦，还有动内容要同大家分享，先休息下，等下再个进来。好，非常大家又真到福起来咧！我係總演員阿權妹，今日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啲呀新北的一間寵物餐廳。大家知道寵物餐廳就是沒有寵物可不可以進去？其實做得，你係講冇養狗嘅，冇養貓嘅，你是話對狗狗貓啊有中意有興趣，你就做得去。不過一下大家接談到的可能是寵物友善餐廳。寵物餐廳跟寵物友善餐廳其實是有一點點不一樣的。是，對，請這個 Alan 跟大家來聊聊。其實簡單講啊，寵物友善餐廳是以人為主，以人為主，但是寵物友善，我可以接受你帶寵物進來。對，不過我的餐點，我的店內的任何的佈置或者是一些動線，我是以人為出發點去做設計，對，然後各家店的友善程度不一樣，有的寵物友善是你可以落地，可是不能放牽繩，有的是你不能落地，一定要在推車裡面，然後連頭都不能伸出來，對，這種也是他們認為的寵物友善，對，所以寵物友善的定義是每一間店他們的規定而言。那像我們寵物餐廳就是以寵物為出發點，那從我們的地板的設計到我們的防逃脫，然後我們的一些安全掛鈎，這些全部都是以寵物的出發點下去設計的。對，那很多寵物友善它有一些相關的規定，那這些規定其實並不適用在寵物餐廳。對，譬如說像我們捲尾巴，我們是可以放牽繩，就是不用綁的。對，就是只要它跟其他狗狗可以和平相處的話，當然前提安全最重要。前提是不可以踢熊大，不可以吵架打架。對，其實狗狗互相間有叫囂啊，我覺得那是很正常。可是飼主要能夠觀察，說它是正常的在叫，還是說它準備戰鬥狀態。
对，那像我们，因为我们自己本身是看得出来，所以我们有时候像我会在外面盯场，就状况不对，我就会跟主人讲说，要拉开，稍微让他们休息一下。对。那宠物餐厅就是你可以不用上牵绳，让他们自由走动。对，然后如果在里面不小心有便溺的话，对，那你就是到户外拿拖把，饲主自己清洁。对，所以就是店里面就是有准备这个清洁的这些设备，就是让这些狗狗的主人，就是你的狗狗可以随便他们走，但是如果有便溺的话，就是主人去把它处理掉，这样子就好了。它是一个公共空间嘛，我们总不希望说。当然，对啊，就你弄得脏兮兮的，然后要店家来帮你清，这其实也不太合理啦。对，但是店里就是提供充足的设备，让他们来处理。所以我觉得，利用炸子件嘿有一点某 Q 用，就是如果有些人他没有特别对宠物有，可能有些人就是会怕宠物，那他们去到宠物友善餐厅，他们也不太用担心被影响到。对，但是他们可能就不适合来宠物餐厅。如果不喜欢宠物的话，当然你如果不喜欢宠物的话，就不会来啦。对，我们真的不建议你不用硬着头皮。对。对，但是有非常多熊会带点气嘎狗狗猫猫，因为现在的狗狗猫猫就全部卡你，就像家人一样，就是熊会统计所有的地方都想要跟你的狗狗猫猫一起去，包含吃饭的时候，在这样子的环境，宠物餐厅就很适合带着你的毛小孩一起来，而且不只是狗猫，唐贡有懂得某用各种不一样的动物都会去 Allen 餐厅。我们这边有接过非常多不同物种，狗啊、猫啊、刺猬啊，然后果子狸啊、黄金蟒啊，对，然后龙猫啊、鸭子啊、陆龟啊。基本上想得到的应该都有出现在我们店里过，很有趣哎。对，不过这个就是要很小心，对，因为有一些，尤其是狗狗，它对于未知的生物会比较敏感。对，那你说刺猬在地上走，那狗如果没有控管，是真的会比较危险。对，所以如果有一些猫狗以外的动物来，我们都会比较特别注意一下。对，这亚美黑动作也很专业的地方，就是你必须要有那个敏感度去观察宠物的行为。对，这也是我觉得我也可以按用给传堂亲某简单的事情。但既然我们讲到了餐厅，就会雷同他分享一下吃的东西。怎么觉得人好像很不重要？但我们还是稍微讲一下。我们大家带着宠物去到店里面 ，Allen 店里面吃饭，去吃一些点心，其实还是有蛮多选择的。对，其实我们的餐点总共应该有30-40种不一样的餐点，对，包含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是红酒炖牛肉吗？对，这个是红酒炖牛肉。对，我们有米饭，像这个 set 就是单人的米饭。对，那也有一些炸物啊，那旁边就是附的汤，那也有一些铸铁锅松饼。这个是外面比较对比较少人在做的荷兰松饼。对，像这种，因为这种成本很高，外面的店家不太愿意去做这种东西。对。所以宠物餐厅也花了很多心思在人的餐饮上面，毕竟它还是餐厅嘛。对，还是餐厅，这个主人去还是要吃得开心。对。对，所以我们现在讲的看到呀胸片都会饮色嘞。对，但是不排除狗狗会不会不小心？你知道有些狗狗真的会很喜欢吃人的东西。所以要看它的行为。它如果说准备要铺桌子，有一些大狗狗。对，因为我们桌椅有分，就是比较高的，或者是比较低的沙发区，或者是甚至是吧台，就是用吧台椅的这种高度。对，我们会看大狗，我们就不会安排它做比较低的。对，我们就会安排它做比较高的。对，就可以避免这件事情。对，但是除此之外，也要喂狗狗吃一些它们可以吃的东西。是，像我们店里面就有准备几种的宠物餐，好可爱哦。对，像这个就是刚好一只彩彩来，然后点了一份，这个是牛肉餐。对，这看起来也太好吃了吧！董澎湃很丰盛哎。它里面基本上就是一些水煮肉，那我们牛肉的部分呢，都是用牛肋条。
吃太好了啦。对啊，用牛肋条，然后花椰菜，然后炒蛋，这都是没有调味的，再加上苹果丁。好有仪式感哦，就是用一些虽然也是人可以吃的食材，但是就是用没有调味的方式，就是给宠物们吃，所以会有狗狗餐，也会有猫猫餐吗？其实像这些店里面提供的鸡肉跟牛肉，基本上猫都可以吃。对，只是说如果是猫要吃的，我们会把它打成肉泥。天哪，好用心哦！因为打成肉泥，一方面是猫比较会吃，一方面也是有一些上了年纪的狗狗牙口不好，对，甚至是牙齿都掉光了，它没有办法用咬的，所以我们就会把它打成肉泥。这真的是很替宠物想的一间餐厅，就是宠物去到那里，他们也可以非常非常的舒服，吃到很好吃的东西，然后主人们都得吃到懂粉气。古手鸭就黑，我们大家可能比较常听到的宠物有声餐厅跟宠物餐厅，他们的不同的地方，泰嘎都得选择适合自己的餐厅去选择。对，我认为如果你有带狗狗，我们也要先衡量一下我们自己狗狗的个性，适合去哪一种餐厅。对，如果我们狗狗是比较怕生，然后不喜欢跟其他狗做接触，那其实宠物友善餐厅，我觉得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其实这也是我今天 Fuki 了嘞，我们有一个小单元叫做 Fuki 卡拉 OK， 就是希望 Alan 跟大家分享的事情。我们要怎么样评估我们自己的狗狗或者是猫猫，我们自己的宠物适不适合带出去？有哪一些地方可以观察？我认为如果你决定要把这一只动物带到这一个封闭的环境，因为餐厅它是封闭式的。那如果它对于外界，譬如说你带它去公园散步，它的表现的方式是很紧张，然后很窘迫的一种形态，或者是说它是很开心，然后甚至是像有尾巴的狗，它尾巴是立起来的还是夹起来的？对。那如果它对于陌生环境它是很紧张的，其实我们就建议说，你可能要稍微把它所谓的社会化，对，就是让它对于陌生的环境没有那么紧张的时候，再带进来这种封闭的环境，对，因为这个环境里面可能有很多其他狗狗的味道，对，那如果说它很紧张的情况下，你又把它带进来，然后主人如果没有注意到，它可能会有一些比较过激的行为产生，对。也咩係輕鬆有嘅事情啊，知道Alan 有同到做啲同大家來分享，咩同分享有廿八嘅機會做啲請到 Alan 來同大家講一啲事情哦，還有同到內容要同大家來分享，先休息一下，等下再個進到節目當中。好，非常大家要真到福氣來咧，我係總員權阿權妹，今日嘅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寵物餐廳。剛剛條架 Alan 有同大家來講到，因為先詳細看那一下亞布卡嘅寵物，人嘅狗也係沒有家的帶出去，會不會覺得有一些些的緊張？如果他們帶出去就已經很緊張，就可能他唔適合帶家的去像安樣嘅傳統比較封閉的場合。第一個，他們可能也不是很自在，他們也沒辦法很盡興，然後你主人又搞得好像我必須要一直顧着寵物，對，壓力大家都壓力很大的感覺。但是你講到這個，我就想到亞布卡，我特別想貓，我以前養貓，像我家的貓，我就是不會帶它出去，因為它就是一隻很內向的貓咪。但是如果有一些貓咪比較外向，可以帶出門，也是可以去你們餐廳裡的，對不對？對，其實現在台灣養貓的比例啊，已經慢慢的要超越養狗的比例了。貓派要贏狗派了。對。所以很多飼主養貓的飼主，他們現在基本上是從小貓、幼貓的時候就開始社會化，就開始帶出門。所以我們有遇過很多帶貓的主人來，基本上貓是完全不怕狗的啊，真的啊？對，他就
在我们餐厅里面自己走来走去，然后也不会互相攻击，对，也不会哈气，也不会什么，对所以这种就是很适合出门的猫咪。对，所以如果真的，雅给没有一个心体就是这么活泼外向，这么 easy， 这么轻松的话，其实每周得带出去，像这样子，大家一起出去玩也是蛮开心的回忆。这样子，毕竟宠物就是陪伴我们这么短短的一小段时间，要有。我知道要的回忆，这些回忆全部都非常非常的珍贵。我相信 Alan 也有一样的感觉，尤其是你现在有一间宠物餐厅，然后还有一间宠物旅馆，你真的你的生活就是完完全全都同宠物在一起。这间宠物旅馆也很特别，是5年前开的。对，我们宠物旅馆是2020年开设的。对，然后为什么后来就是还要新增旅馆这个业务呢？其实就是当一个保姆哎。对，其实我们开旅馆是因为当初因为我也是2020结婚的哦，对，然后那时候我们刚结婚，然后我太太她的原本的公司就要把她外派去大陆哦，就是让她去负责大陆的分公司这样。对，那当然站在我们家人的立场就会觉得说。啊，现在疫情大陆这么严重，那我们还要过去，这样不太好。对，那也跟我岳父他们讨论了一下，那我们就觉得说，可能留在台湾会比较适合。那留在台湾总是要有个事情做嘛，那就想说，那我们就运用我们的专业，刚好我们的店旁边的店面在出租，那我就直接租下来，对，就刚好在我餐厅旁边，就开了一间宠物旅馆这样。对，然后这间旅馆是主要就是给狗狗的。对，因为宠物旅馆它的规范比较严谨，它是属于动保处，它是属于特宠行业，所以特宠行业给我们非常多的规范，我们必须要按照它的指引下去做。对，我没有看到现在的照片，这个环境也太舒服了吧？对，这个狗狗黑做的优雅。出去跟朋友互动的空间，也有自己独立的空间。对，我们是所谓的半开放式的空间。那外面的宠物旅馆其实有分成大概是2大类。对，第一种就比较传统，就是你来寄宿，我就让你待在笼子里面，然后除了吃饭，然后才会让你出来，剩下的时间都是关笼。对，在笼子里面。对，这个是比较传统的做法。那大概10年前开始，又有另外一种做法，叫做强调它是不关笼。就是不管你是睡觉、吃饭，所有住宿的狗狗都是在这个开放空间，有种幼儿园的感觉。对，当然每一种的方式都是有好有坏。对。那我们就是采一个折中的方式，我们就是所谓的半开放的空间，就是狗狗有自己吃饭睡觉的房间，然后也有他们可以互动的一个空间。对。那因为我们强调是不强迫狗狗社交，因为有一些狗狗它可能对于新的环境比较紧张，你如果要把它强迫说你们去交朋友，对，那反而会有反效果。我有时候也要被强迫社交。我说我本人，我也有时候没有很想社交一下，要关在房间里面，更何况是狗呢？是啊，给我也没想到有去给空间呐。对啊，所以就变成是说，我们要了解每一只狗的个性，然后去做最适合它的安排，而不是说我们用同一套方式来对付不同的生命。对，而且就是也不是说每一只狗都可以来哦，要去住，待里莎要去住旅馆，还要先去那里给他们熟悉一下哦。是，那我们的规定其实就是这样啦，就是我们的出发点是希望说让狗狗先来适应一下这个环境，然后适应过后，主人来接它了，他会知道他来这边不是被丢掉。他来到这边是换一个地方休息，或者是换一个地方跟朋友玩。时间到了，主人就会把我接回家。所以会有一个可以托幼的时间。对，就是那一方面，我们也可以观察这只狗狗它的跟其他狗互动的状况，或者是说它平常一些行为，或者甚至是吃饭的时候会不会护食，会不会有一些其他的问题。
我们也刚好可以趁这几个小时，我们观察一下它的状况。所以这个旅馆它不仅是有住宿，其实也是有这个暂时的托育的这个选项。对，我们就是因为我们就是专业做宠物住宿安亲，那外面很多它是有做宠物美容。然后附设旅馆这样子对，那我们就是比较专心在做宠物的住宿这样子，对。但是干狗也出了黑董用心，是非常非常用心的在关注里面的狗狗的每一个状况、每一个细节。亚美黑也是都很厉害的地方，因为就是生命就是你要为它负责嘛，这也是 Alan 自己的想法，你跟你的太太。我觉得不管是餐厅还是旅馆。只要是这一只动物来到我的这一个环境里面，我们就有责任对它负责任。对，而不是说你来，然后我就把你丢着，我不管你，时间到了主人接走，或者是吃完饭了赶快出去。对，我觉得宠物餐厅它是除了经营一个餐饮店以外，它也是经营一个温度。对，经营一个第三空间。给这些主人，让他有一个可以休憩的环境，对。那尤其是宠物旅馆，通常会来寄宿的都是主人要出国啊，或者是要出差比较长的时间，才会来把自己的家人放到别人家去嘛。对。那我们也不想要营造成一个主人出去玩了你只好来我这边。其实现在已经不是这样了。对。现在是主人出去玩，你也到这边来度假。我们遇过很多狗狗要回家，主人来接了，狗狗不愿意回家的。我不要回家，对，好可爱哦。对啊，主人牵绳拉了，因为在这边有朋友啊。对，好可爱哦。所以其实，在这一段过程，我觉得Alan 提供动动温暖，给很多温暖给这些饲主跟宠物们。但是你自己其实也有从中获得一些，对不对？其实我觉得开店这10年啊，基本上我们是处在一个充满爱的环境里面，对，你就会永远看到主人笑得很开心，狗狗来这边玩得很开心，对。那我们自己整天面对这些，其实我们也过得很开心，我们也觉得很幸福。有你印象深刻的客人吗？我们有一个印象很深刻的客人，他是在某一年的过年前1个礼拜来店里面用餐。然后是一个大概60几岁的老先生，然后带大概40岁上下的女儿，然后还有一只看起来应该有12、13岁的巴哥老犬，对，来这边用餐。然后那时候店里面很忙，我就在厨房里面忙，然后余光瞄到这一个小姐，她拿饮料在喝。那你知道，我们毕竟餐厅嘛，会禁止外食，对，我就会过去跟他讲，我说不好意思，我们餐厅禁用外食，他就拿起来给我看，是癌症病人在喝的营养品，对，他说因为医生说我不能吃东西，我只能喝这个，然后我们就很尴尬，对，然后赶快跟他抱歉，然后跟他们聊一下，然后他就讲说。我们今天是带我们家狗狗来这边吃最后一餐。那因为医生建议说，下午要把它带去医院安乐。对，因为他癌症已经会让他很痛苦了。那医生建议就是我们送他走。那等一下我们送他走之后，隔天我也要去医院做气切了。哇！对，所以我们尤其是其实已经到过年了。然后遇到这样子的，其实那心里面很震撼，对，而且会觉得说，生命就是这么无常，对，你真的是要好好的把握，好好的面对每一天，面对你所爱的人，这样，对，我觉得呀，应该就会生命教我们的事情，是，对我也是，气感没有用，没有就是他也是离开我觉得。宠物真的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快乐跟能量。对，那我知道，Alan 自己的为什么今天没有柴犬来到节目现场，也是他离开了。对，他去当小天使了。今年3月份的时候也是生病离世了。
对。对，但是我们还是希望把这些东定影响给宠物的样貌记在我们心里，然后因为其实这些宠物真的带给我们非常非常多的欢乐，而且也想要把这个爱继续分享给其他的有毛小孩的主人以及这些其他可爱的毛小孩，对不对？对，哇，好感动哦！听完这个故事，所以今日非常谢谢 Alan 跟我们分享这么多。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 Alan 的店里面，其实 Alan 有非常非常多的故事跟心得都在同大家来分享。谢谢 Alan， 谢谢。好，不要哭了，等下甜甜欣赏给我来做运动哦。大家知道有节目好看无啊？我記得啦，我來福喜來嘅免數簽站，韓國客家電視台嘅 YouTube 頻道，咪記得我來簽站訂閱韓國影片嘅連結啦，記得我分享出去哦。